后来长期来服用这个类固醇，会有月娘面，会有水牛筋等等的副作用，这真侪人拢知影。若服用这个类固醇是暂时的，是短期的，敢就无这个问题咧。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南口中家病院的医师来合作，追踪2013年到2015年262万短期服用类固醇的成年的民众。结果发现，服药1个月了后，这个消费道出血几率加出到1.8倍，若心脏衰竭的几率嘛加出到2倍。也毋过，虽然讲服用这个类固醇有这款的副作用，咱嘛袂使你家己停药啊哦，也若无是会去到害。卖个酒啊，拢互你，咱定定拢安尼滚身笑讲，鼻仔拿后一猫，类固醇来一个，也是讲皮肤才上遐会上，类固醇来一个。长期使用类固醇，大家其实嘛是会惊，敢会亲像月牛共款，面圆，也是讲肩胛头亲像水牛共款遐尼臃肿，长期有副作用，啊无短期咧。国家卫生研究院还有南口中间医疗团队合作追踪，2013年到2015年262个短期食过类固醇的青少年，还有中年的患者，食药1个月了后，消化道出血风险加1.8倍，败血症的几率加2倍，心脏病风险加2.4倍。伫台湾定定的短期使用类固醇的，就是皮肤科还有耳鼻喉科，占要9成。20岁以下的风险，目前还是不是很清楚。疾病呢，使用上面并不是一些重大的疾病，那也是一些自己可以恢复的疾病的话，也许就要考虑是不是需要开立类固醇而承受这样的风险。虽然讲药量愈悬，风险愈大，但是医师嘛是提醒讲，千万唔通因为安尼怎常常不爱食药啊，应该是食药1个月了后，若是出现将来无看过症状，赶紧看医生。